写口音改变，本来拢讲一款路线，到12、9月时阵，才变讲人想要上帝，已经要到啊嘛，已经要做一个塔，要做一个城，要通天啊嘛。上帝看讲不对，再讲看，伊要甲讲不对，马上上帝迄个权力，迄个power，啪，声音就倒啊。所以人就变晕啦。你讲这吼，这人咧做这，我做不起，遐甲咧算讲吼，伊2035地球破去啊，有一粒行星吼，走足紧的哦，迄个方向哦，对阵地球弄落到就啥，所以即摆研究吼，即个还未成的以前哦，地球已经破去啊，照迄人讲，伊足紧张的讲吼，咱都要足注意吼，地球已经不得了啊，已经迄个方向马是马定的。伊这发表台湾也会使，台湾就咧讨论哦，台湾的迄个在讨论啊。无啦，基本迄个个迄无人个咯，迄无遐尔简单个迄个迄套。哦，但是拢咧讲迄个行星吼，迄个轨道吼，咱就要甲研究出来，咱那个改轨道。要安怎甲改轨道，可以撞来时候，去撞就对。即摆还佫一个学说吼，你讲圣经甲改过了吼，是明年吼，2011的5月21号，21号，就是吼，审判即个。所以有诶就去讲，你安尼诶时吼，我对即摆开始钱拢免欠啦。可是哈，你遮你讲遮物件是，拢是无性生殖内底，到底有性生殖内底？无性生殖。这个有机还是无机？无有性甲无性。有性甲无性。这个有性的就有埋土，有个埋土是阮了，再搁合作伙。你的意思就是讲，到底有迄个 meiosis。对。meiosis 甲 mitosis 是 cell 分裂。即摆看有 meiosis， 问题就是即个 bacteria 即款 cell 无迄个男的甲女的吼，因交配才有法通生活。伊迄自然伊就家己生活嗰啲，所以吼，伊迄也毋免mitosis，也毋免mitosis，正合作伙，所以去用迄个 primitive 的即个 bacterial cell。所以甲迄个 reproduction 啊，是迄个 duplication。我佫无想，我讲伊个completely cell proscription 啊，即摆迄个 bacteria 嘛是安尼。一寡 bacteria 免交配。所以即种情形要应用伫人类来讲，就要抑佫真久啦，即个要紧的所在，到奥巴马革命度吼，你讲哇，这来当真正去安尼做吼，当然有利益啦，毋过有害人啊诚济迄个发表的时已经是5月吼 ，White House 讲6个月内就要写出 White House 的 declaration， 看要禁止，是要安怎？这就是奥巴马革命就已经开始一个 committee。ethics committee。教务是请即个 vendor， 甲因迄3个吼发表的遐人吼，要去罗马。vendor 头几个人？ vendor 是差不多60几个。这实在是几年事。有些迄个物件，伊吼，逐个所在拢要甲请去做教授，伊讲伊天天都要来家己学校。伊真正即苦做，无领薪水。因为伊无教册嘛，干那挂一个名吼，全世界无啦，全世界咧旅行，去到无地所在拢看到啦，是这海物件拢摕出来吼，去分析伊的sequence，所以伊即摆sequence是上下的，所以即摆咧进步就进步甲吼，有一日啊，这是有咱一个 aim， 有一日吼，咱每一个人，咱的家己的基因的sequence，拢会当咱从身份证安尼。
哦，啊，所以迄内底咱看讲啊，可能你会发生什么咁的迄个基因伫内底，哦，啊，你有啥物基因吼会当你甲 control， 啊，用安怎反倒来讲，这些拢是将来 dream sequence， 所以即摆就是 sequence， 所以即摆拢去 sequence， 讲东洋人甲西洋人吼，甲乌的吼，到这 sequence 安怎无相像，哦，所以最近的即个文章拢是咧讲这 sequence。你讲嘛，这 dream 嘛，诶。你像刚才咱讲潜力感嘛，是能力。你想着讲出来，这讲出来，这毋是 dream， 这是讲袂出。你知影迄船吼，船队吼，拢有咧调迄个，一条迄个咱迄面讲，迄拉卡啥，啊，不过呀，有一个科学家，迄个就是专门咧研究这，你来互伊增强迄个 medical adhesive。你知迄个安迄是咧糊啊，你安怎咧湿的所在，糊了佫会调。讲一个上简单就讲你免地吼，免地啊，讲免地你若冻的时糊袂调。啊，迄个了伊吼，啊，迄个凉调，啊，终身免得有较好一条，哦，你3M3有较好就是，迄拢有一个。啊，你有 patent 无？你有 patent？ 这个无啦，这个无啦，我10几个，这个无，这个我听。但是就是讲，迄对生物吼，对上帝创造物件吼，人类用上帝好伊的智慧吼，啊来探讨即个生物的现象，会当足 creative， 会当足 creative， 足实在。啊，即个吼，结局来讲，即个圣经甲信仰的这差别，啊，甲即个科学甲信仰的差别就是，即个吼，咱是拢咧研究讲自然科学，就是讲海面的现象 description of the phenomenon。 啊 why？ 科学无法度按出来，啊，敢若宗教有你解释讲是安怎才安尼 ？Why？ 你追求 why 就是圣经咧讲吼，有圣经讲安尼上帝疼人吼，安尼怎啊？想出你这智慧吼，啊，我本身咱这今仔日咧讨论啦吼，我本身的即个做科学家的信仰就是讲吼，上帝若用阮你去找出来，你就会找。 上帝若无用阮你去找吼，你安怎去研究就找到即个。所以即个奥妙啊，即个 mystery 是有哪是伫上帝手中。所以我即摆咧做研究吼，我毋捌想讲吼，我家己会去发现。啊，我去发现的拢是accident去发现着，啊，毋是讲着祈祷才会发现啦吼。毋过吼，这就是爱 God allow you to find it。即个足侪物件，像咱咧玻璃这。 polycarbonate， 迄天顶迄个天窗啊，无雨就算咱有咱厝，有人厝哦，内面若光啊无，就咱迄个厝遐内面吼，开一空，啊内面有一块迄个玻璃吼，迄个 polycarbonate， 这嘛是 polycarbonate， 这 polycarbonate 足奇怪足硬的呢，啊，迄个人毋是故意去做出来，拢也是。 做做吼，去转去了，结果咱来讲，一看那电壳壳才冲出来。早时安怎头煞袂去的，伊嘛袂去的呢。啊，但是有够电，毋捌看会电安尼。啊，佫会透明，啊，佫啥佫有真侪现象。啊，尾仔再佫温暖，拢是accident的，这足侪。啊，这嘛是伫实验室的内底吼，因做真久吼，都袂 repeat 咧。就是。啊，哪会一日吼，迄个老母都会摕管线讲，啊，那会佫一粒生出来？安只光去总去去看，到底有影无影？啊，都有影新的咧。即边的我个 Nobel Prize 嘛是啊，对啊，迄两个日本也无，对，拢伊个嘛是accident，拢你若讲吼，真正要去找吼，找出来真少，找出来真少。嘛是accident。啊，所以吼，你讲哦，你。 迄个认真做，对，当去着那个 right， 迄拢无影，迄拢无影。不过伊阿爷老讲咧，讲你都爱做啦，爱做，你才有迄个accident，是啊，会发现的。啊，你做，我都不爱做。所以主要是情势在天，谋事在人。
人就爱做遐个你想。对啦，啊是安尼啦，是啦，你着爱有 well prepared mind，知影讲即个就是 miracle。对对啦，你安尼，互别人去看毋知啦。对啦，啊，人因为有咧做，啊，看着讲这是啦。所以讲吼 ，God bless those with prepared mind。哦，你若有咧认真咧追求吼，咪互你的时，你才知影讲。啊，若无就不知道。不知道。是我真主大家定我教，你甲考试一个问题吼，你毋知还佫会记？你讲即个对埃及出来吼，要去甲即个哪会着到40年？迄着即摆甲看开，3工就到。啊，当时啊吼，我去看即个圣经解释，咱即摆来听牧师讲，就是吼，因做落来吼出来吼，无小可等要讲遐吼，40年互你说。啊，你甲大人相像啊？阮个。我教你相像。安怎大家？不咧说，不咧说。做落来，毋是毋说说，家己做主人，佮毋做主人，就佮过来来管。是，啊，就是安尼。啊，但是咧，啊，上帝甲为玛纳遮吼，玛纳遮啊，到时吼，摩西是无伫咧去顶面吼，伊是下骹的人吼，踮咧拜偶像。就是安尼教，就是安尼做着相像。是啊，我咧甲你讲吼，40年就是爱40年的训练，才有法度通入去迦南地。啊，像摩西吼，摩西嘛伫旷野训练40年。哦，才有法度。台湾来打过年个，台湾人爱过年。再客气，再气。18天来用，我的看法是安尼啦，我的看法是即摆即个五刀吼，若摕出来吼，但人若真正五刀有去摕3刀啦，要啊，若讲五刀拢要摕上，迄我看拢台湾一点咩哦。我的看法是安尼。好啦，我嘛都无思想，我发言者，无思来讲。不过这讲着真理啦吼，足侪世界的政治甲咧讲台湾人甲以色列人足共啦。咱的境遇吼，啊，但是你若要讲以色列人吼出来境吼，其实毋40天你知，拢总470天伊才入迦南地，伊受苦了后，430天上帝传出来啊。啊，迄40天，拄则曾教授咧讲啊，真正要甲因训练啊。啊，为什么要训练？因为吼，因已经伫遐430天啊，哪有可能2个月、3个月就改过来？无可能。你拄则看圣经怎记载？坐40天了后，遐出埃及的人吼，根本就无资格通入去迦南地。无通北京嘛是牛。摩西嘛袂当有啊，吼，牛通到北京，啊，佫是牛。哦，即句话最好用的，吼，啊，所以这北京牛吼，啊，拢留咧旷野献祭去啊。是。甲第2 generation 才会当入去，这是迄个部分吼。啊，倒转来圣经咧看创造的部分吼，其实拄则曾教授讲得足清楚啊。上帝互人有智慧，有互人有伊的image，这个 image 毋是咧讲外表。是上帝的形象，上帝敢若一项无互咱尔，是安那叫咱莫 pray God。迄个善恶果，就是咧讲 pray God，就是咱咧研究个 ethic 的部分。上帝讲你若摕即个部分，你会死，为什么会死？我即摆用即个问题，今仔日曾教授讲即个问题。OK， 若假使咱的细胞，咱有法度 create 啦吼，咱即摆暂时讲会当 create。会当到啥？事实上，我车会去煞。我车我才来听你意见。啊，你等下才来讲你意见。我车无煞，等下去煞。哦，10点啦。10点就我见。今日是拜3。拜3。拜6点。车会煞。我嘛是这个是赛准赛。什么我唔知，我我家边这里，家这里，家边就这里。我迄个赵先生，讲我讲我。对啦，真正有人伫咧就袂啦。袂啦，OK， 上帝无爱咱去 pray God， 为什么？
因为吼，你若照即个讲法落去啦吼，啊，安尼我要问啦，人其实会死，啥物个病拢会当 fix，OK？ 啥物个病拢会当 heal by sleep，OK？ OK， 咱即马都已经无够大，咱人要去倒位吼，这是一个问题吼。过来，人当咱人掌握着迄个上 secret 的部分的时阵，人会变。你注意看圣经的创造，上帝拢用迄个好的角度来对待这个地球，但是人呢，无可能，对家己好的，对别人啊歹，这成做一个伪本 ，OK？ 所以到尾啊，人自取死亡嘛。圣经讲足清楚，你摕着迄个上 secret 的部分，你绝对会死。啊，要安怎死毋知影？吼，过来佫讲倒转来是讲，到底这科学家伊是发现还是创造？我要问个问题啦吼。OK， 咱拄则咧讲着讲迄个 accident 吼，咱台湾五过鱼足出名，古早。五过鱼的发现，嘛是车倒遐个卵，受精卵，车倒了，哇，这生出来遮水，五过鱼较出名。咱有真侪科学研究，真正毋是咱人搞去用出来，伊也无意中吼，咱拄则讲了真侪个啦吼。啊，所以这个部分一直咧甲咱说明一项物件，人更较搞吼，后壁就更较搞。OK， 咱当咱发现细胞核，咱发现 DNA， 即摆发现即个部分，伊会当安尼变来变去，无形中去发现讲哦，伊会生。但是我要问啊。到尾啊，生命，你研究到生命上来源的时阵，要安怎对无中变有，迄个创造是一对个。这是咱爱去思考的问题啊。吼，当然咱即摆已经承接着创造甲演变的成果啊，拄则讲哦，13亿年啊 ，OK， 拢无要紧。咱人对搞来嘛无要紧，拢 OK。迄个上源起头，要安怎对无变做有，咱有去想过。太空学家伊讲地球吼，全个宇宙即摆还佫继续咧爆炸，继续咧生新的。咱的开始是对一个大爆炸来 ，OK？ 那大爆炸这个啥物人用？我佫另外一个问题要互咱思考是讲 ，OK？ 当咱即摆知影即个物件会一直要生 ，how to control？ 咱要安怎去控制？其实即个意外中去发现的，已经甲咱讲一个危险性啊。这叫做 out of control。吼，我等一寡问题，咱去想啦。嘿。按果同你拄仔只免问啥物？我讲，所以信用伫你顶悬内底时阵，伫咧做研究的时阵，你就会感觉讲是发现，毋是发明安尼。我当然啊，我伊要发现吼，我的信仰是讲上帝若用阮我发现吼，我才有法度通发现。迄个现象已经伫遐，咱无迄个。信用去发现哦，所以我咧做的研究，我拢相信是上帝甲我启示了后，我才有法度来去做。我家己落咧无法度，这是我的信仰。有诶看甲无信仰讲安尼啦，讲迄个我家己搞诶。毋过得着拢要不来伊遐吼，无一个人讲伊家己搞，遐家己搞诶拢无着，足神奇。拢遇到大着。拢安尼，讲 I never expect to get this award， 大家拢安尼，是安尼。哎哟，真啥咧做，真哪做，我要得着诺贝尔奖，遐拢无着。所以足神奇个，足神奇个。你拄仔咧讲吼，我computer吼，我去接受了后，迄圣经讲上帝吼，将伊个头毛吼，拢甲算起来。拢甲算过。我想讲，哪有迄个可能？近来 computer 家己个 storage 吼，才知影讲，哦，迄有够，简单个代志。咱到才有信讲，我的这头毛上帝拢会甲爱甲呢，伊甲记咧吼。所以真侪 memory 吼，愈来愈知影讲，这是在上帝即个奥妙所在。拄仔你讲死吼，我迄个创世纪我咧读讲，你若食迄会死。就是讲你的即个甲上帝关系断绝，对，是啊 separation， 嘿啊，对，全死的意思就是 spiritual death，spiritual death，spiritual death，对，
我的假设是安尼。对啊。啊，我是想讲吼，安怎伊原底做到要互伊继续吼，安那会全死去吼？就是你的 spirit 已经死去，甲上帝交陪无，你的肉体也煞死去就对了，所以咱就会死。这是一个分方面啦。所以是为要甲上帝比较，就是安尼才是问题啦。所以这是我的信仰的告白啦吼。啊，这就你个人，逐个去思想。啊，你来看今仔日的电视，你拢有啊吼，后前天啊，翕出来的人吼，吼随跪落去讲，哎呀，God，啊有一寡无信的人吼，啊叫乖落到底下起来了，哦，全改变咧，改变全变做。讲起来就演出来呀。哦呀吼，所以人若拄着这性命的问题的时候，这知影讲家己无法度啦。对啦。这知影家己无法度。对，刚刚咱伊咧就共款。对。我来以外吼，无发言的新人，哎呀，感谢神你要讲啥？感谢我来上网先来咧讲，咱这吼，因为若伫教会咧讲道吼，你也袂使举手起来。啊，咱这吼，都爱大家来互相来，咱这个顶老娘啊伫遐，你有要讲啥？是啦，听了什么款的感想？对。啊你有啥物意见？我想讲，你也上帝要我们知影，你若无吼，你讲好啦，你即马一天来有空。哦，对了啊，还有人收小费，叫做买做人下边免空气，安尼我唔知，这个上帝安尼引传了我。咱这个做小姐，感觉人都渺小啦，大家拢感觉拢我做我颠覆上上。啊，遐迄个吼，遐迄个讲，家己研究了，讲足好，遐实在拢无。迄就是家己 no inside。阮即个做的吼，阮知影吼，咱这信上帝知影讲，咱是遐尼渺小。咱甲回见嘛，拢是讲。昨天我一连顿啊。好来，后壁你迄个爸爸甲爸爸是有啥物款的？我是感觉讲吼，我有足认真听，我相信，我实在是感觉讲，上帝实在是足伟大，真正实在是吼，有够伟大。咱伫遮认为伫遮咧努力咧创啥，安怎做就是干那咧发现本来上帝创造的物件的，吼，抑佫有足多咱拢抑袂发现，所以毋是讲咱去发现，是干咧发现本来上帝所有。上帝创造 nature， 所以咱笑啥的时候，我就是咧研究迄个上帝创造的到底是安怎。所以才会愈感觉真正是sovereign 哈。啊，咱恁先生有啥？恁先生，你讲这发现都发现，这是唯一的，你是要安怎讲？你什么物件？发现啊，毋是发现啊。There's a difference。我明就是讲吼，无迄个物吼去创造出来，吼啊发现就是讲已经有迄，吼啊咱去找无，啊别人去找出来发现。是啊是啊。invent， 甲 discovery， 英语是伊个啦。发明、发现。对。会啊，你还有要讲啥物？啊，你多只讲个。啊，咱上嘛就小开一册。我是讲，这个市政大一个问题啦，吼，就是讲信仰甲这个古老这个问题，比讲就古早较单，因为有需要，咱物件才会入去
找去需要即个即个来需要。古早地皮较尔大，人较尔少，无需要较侪物件，啊，佫真单纯，啊，佫无足侪有用，所以这就是讲，迄当阵所需要的人的，所需要的物件就有，人伫咧坐，伫咧破坏，所以才会讲就是研究新的物件出。啊，即马新的有破坏，啊，即马再佫研究讲变做个地方，所以这是一个，哇，这 nature 的即款 change 啦，哦，我是感觉讲这个力量上大。我太太。我相信上帝较大。你讲讲伊小声，凊彩你讲一下。生命的生命的基本就是讲伫迄个细胞，就是遐基因安怎去做安怎。啊，伊讲上帝讲用籽去传安尼，即种match同即摆。啊，阮太太毋知有啥物字。大家拢问了讲了。无需要讲。对啊。你是看来，安怎哦，拢是上帝会甲出大来，就无论啥意思吧，进步啦，是太有所以讲，有即款的信仰是祝福。有的人就天天就无要信就对了。啊，这是上帝 gift， 伊即个咱的即个 faith 是上帝所赏赐。啊，将来吼，毋知咱要继续，啊是要吼全安尼一摆试验一下安尼，看安怎好，咱才过来检讨。咱看到底要继续啊无？即马所有教会拢有得到消息，就是咱有3摆。